中心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央银行推出的第7波的压制房市的政策，嘛，互外界认为是史上出上重手。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今仔日到立法院备询，访问到讲，房市若伤热，国内的经济是不是会怎啊消风泡沫化呢？杨金龙讲，民众若拼死买厝，确实是有消风泡沫的危机。压制这个房市是不是要有第8波呢？杨金龙讲，就要看第7波管制的效果。另外，针对着伊的屏蔽防降级，甲伊神隐密起来的话题，伊嘛回应。网友说你有神隐的情况。神隐？什么神隐？央行总裁杨金龙总算出现亲身解说教会记者会，当时叫局长出面，并不是家己要密起来，是最近话题所在。今年全球金融杂志甲各国央行总裁拍分数，各位过去 A 变做 B 加。我们多多努力，有努力的空间。杨金龙甲过去同款，简单讲重点，让央行进前出动手，祭出第7波打压炒房地产，就惊引起金融海涨，和国内面对房市消风危机。我们所看到的是预期心理太强，那它的房价也是上涨的速度太快。那这个泡沫要怎么去定义，实在是也很难。预期它的房价都一直在上涨的时候呢，那么大家就会拼命的去买房子，那这个就很容易就是催化了这个它的泡沫。这是随央行小刷推出管制，房价敢真正会对咧跌落来。根据国际不动产顾问公司公布今年的全球房价指数，排伫咧统计期波兰、保加利亚后壁。台湾房价今年起11.9%，排伫咧全球第4名。专家认为，打压房地产的措施，结果互成交量暂时变少。不过，工资关不了，土地直直咧起，房价真歹流落来。打压房地产的政策，敢真正有效果？杨金龙讲，无啥物唔敢讲，就等时间来验证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